投资朋友，大家好，下晝3:86，歡迎大家準時收看呢福起來嘅今日係8月豪食生產線吼，我係阿慧靜，帶咱共下來認識呢當季豪食嚟來了解到菜市嘅特產吼。呢幾年來呢個受到刺眼風格，所以來東西行土木卡啦，也講到呢個辦公室嘅總面行哦，啊，變到呢個綠色植物是的，講看江啊，也相反嘅是的較有變化。呢當中啊，其中青島嘅成員講嘅豆肉植物，你係想講種起來較為成功，較為失敗嘅。唔過你豆肉植物上起來就呢度咁適的咯，來研究現場啊，是對新竹新埔牆內啲嘅農場種最多嘅豆肉植物嘅染藝天然台郭偉，來郭偉你好。大家好，我係顏國偉，我到新竹新埔內，我係福祥仙人掌。今日東方去做咧，來到咧老提家介紹咧，我哋係先研種啦，同埋植物。好，講到郭偉呢下嘅開始嗬，所以麻煩你哦，來老大家講下你屋下仲有緊用仙人種啦，又係你講嘅呢個豆肉植物嗬，你上來下呢個種到眼豆啊嗬。是係體育專業嘅一個人氣嚟啦，嗬。冇啊，講。係。好，我想下嗬，一啲鄉親朋友你下體育會上到嘅時講呢一個其實講豆肉植物啦，眼試行，因為係你都下係對呢個開始試行嘅下，你都是開始來種，也係樣板嘅種研一般你都上過來種呢個豆肉植物。其實呢，我都種先研種豆肉植物差唔多有40多年咧，我呢下係天然台。喺從街把開始到去挨把差唔多40多年前，挨把各種嘅時間開始種。呢下種到挨緊到挨係天然台咧。呢下品種也都多慢慢大家國外數據轉來嘅。係。好，所以你都會睇呢個品種啊，或者對國外講到去買轉來，你都可能去到嘅片看到，烏蝦毛，也講台灣毛，你就是係即係想辦法撈佢帶轉來、進口轉來啦，嗬。經過嘅準許嘅，嘅官方的申請，咁就得轉來。所以唔係講我哋行喺題目本我看到，我哋係當中意啲品種，烏蝦毛，我從我帶轉來就帶轉來種得咯，我經過呢個一個檢驗嘅，學合結過後，呢種就得進口落來。學你阿先講到，呢啲烏蝦毛要眼豆啊，嗬，呢個當然是用太多嘅時間啦，呢來去簽轉來嘅。頭先有提到咧，係我爸爸嘅下開始嘅，我爸爸。對，幾多歲開始來種？幾多屆差唔多佢各種屆時節啦。我爸爸係阿哥，係我伯。阿伯咧？係我阿伯。佢全部我爸爸熱衷先研種。對，一熱衷開始。熱衷開始，所以我都用班按到福祥仙人掌，福祥先研種，因為我爸嘅名按到楊太福，我爸嘅名按到楊元祥，所以一隻是福祥先研種。阿爸，老爺爸爸用三人嘅名撈佢合起來，就變到呢度你係講到嘅名啦，嗬，係你下其實透過你畫面咪看得到東多啲嘅，應該算係呢度rank第8度嘅，你嘅應該算係仙人種啦，嗬，仙人種講真嘅，你頭先提到嘅咯，從啲嘅係後生時間嘅爸爸嘅下時開始種嘅，啊到當上我來問一個問題哦，當多嘅後生朋友，假使我冇下嗬，係耕種嘅，我偏偏是冇上去耕種；假使我冇下做生意嘅，我偏偏我可能是我嚟做其他，我嚟試看下啦。有當然知道講，生意嚟試看做出埋嚟，講做出自家嘅，就行出自家一條路咁樣辦起咯。你家下有想過嗎？我家下係咪有想過？唔過我以前讀大學嘅時節啦，我看到咁多朋友、同事、同學，叫以後出來以後唔係讀線上，唔係是做工程師，唔過佢嘅身份唔係我上學，所以我就想講出職轉來屋下退休。佢轉來以後呢，有去冇為讀書，做佢企業管理。有去日本撈線上學，記得用班幫日本人東北包裝，係做凍醬，到街車站啊，或者百貨公司啊，全部有啲因為專門嘅禮品，就喺度賣，價錢嘛都好。我想講，你做得
真正咧到台湾呢，本台湾的市場嘛做啲可以到賣到。好，所以你是係每下來個邊一個係咪要慢拿你去看去紅英用班來做一張呢個行銷咧到啦嗬，好也是係體育點嗬。聽人喺上，你從細都係讀安樣嘅一張環境讀來上講宣講嘅。你細細時即係對安樣仙人掌嘅全部有你知道，佢係讓做判來聊嘅，也係木下嘅只有安東一起到東莞。以前嘅時間應該講講安東嘅全部當年都喺種，其實嘛冬甜。嘅下次都冬甜。係，佢成日嘅時間講講有點甜。做得出去聊啊，用啲幾好咧。出去聊，我就喺木下田種吧。田種吧，係。因為聊後呢，慢慢咧，其實安東已好厲害嘅東西，鳳醬，該是講該療癒系嘅植物。聊後我盡量見做見有興趣，見我見到好高。你下品種嘛，見來收見收集見到咧，見好高。所以咧是係從細到安樣嘅環境啲來讀，講到宣講啦，嗬，天天咧咯，講到學校畢業過後話，呢一種係講到其他人窮樣嘅，即係講上班下班唔係幾時間好嘅哦，慢慢咧自家是想講喺度做來屋下嗬，到你一隻講到嗬，講仙人掌，亦係講嘅動用植物來推廣出去，本下導人做得來了解。做得來認識啦，嗬！喺講到了為人自家對講燃氣地位度了解，動用植物來講啊，嗬！你要買上翻咯，自家啲項目前來講。其實動用植物嘅品種多，不過睇自家嘅唔啲機器買嘅東西，其實我喺生活當中是要動到嘅動用植物嚟。像我哋嘅仙人掌、沙蓮花、沙蓮花其實。當到朋友應該全有談過咧，你也是係應該都做得哪類熟的啦，嗬。咁講都係現象很多嘅做得熟的品種田，其實還有動，冇可能動醬嘅品種，係你是我哋推廣嘅東西，係係樣型嗬。除了我哋仙人掌、沙蓮花、蘆薈，還有什麼龍舌蘭，你都動嘅品種，其實全部係。動用植物，動用植物，講真緊嘅啦，嗬，你一個安島嘅品種啊，嗬，透過你一個紹介，一個一啲來到一隻會所，用啲貼片，講當工哦，來讓你一張來紹介，講就會清楚。呢度燃氣地擺度，你一下目前來講哦，動用植物嘅種類，呢個品種來講有幾多種啊？差唔多會1萬種咧。嚇？會過1萬種。我上有1萬種咧，我話到應講幾千種啊，有1000種是安島咧，有幾萬種安島咧。其實佢有動多嘅品種，係佢有除了我哋講頭先講嘅沙蓮花啊、仙人掌、蘆薈，還有動多，其實同喺生活當中也有誒。動用植物，安樣很好，你下畫面可看得到你啊，嗬，你一算係哪種嘅？品種嘅？你下看到沙蓮花類嘅，沙蓮花類嘅，係沙蓮花類嘅。咁講你可以看到，你老一般我都看到嘅沙蓮花冇買強用咧，用乜安用呢？因為其實佢全部係沙蓮花嘅鄰居。鄰沙係，唔係親戚啊？唔係親戚，其實係鄰沙甜甜。係用乜鄰沙咧？因為佢哋全部大到嘅。下燥嘅地方，下凍到沙嘅地方，從喺沙漠植物強壯，係所以佢哋用咪變從從嗰啲染嘅，配安樣噴啊，嗬。其實你了佢原來線上嘅環境有關係，佢原來上到街凍燥嘅地方，從喺沙漠地方。沙漠地帶度來講啦，佢體需要嘅是係水分，所以佢就呢，我哋現場要用到仙人掌，佢係泥豆動用咧。係，我哋仙人掌咧，其實已經看到全部係佢嘅莖，係光嘅位所。而家你看到係光哦，唔係講係光嘅地方。係唔係講呢個嘛嘅？rubber 唔係啊，呢個佢而家生起來正經當長條嘅。係，呢個呢個嘅 net 其實係原來係 rubber，呢個佢推發。net 係笨蛋啊，你解講 rubber 啦，所以你一下來講佢已經退化咧，所以啲講到呢個仙人掌也講動用植物來講，其實講嘅是係講佢嘅 net 係你一般平時講到嘅 rubber。係，就講咧，嗰度係光嘅地方，光動用嘅，做來沙蓮花、蘆薈。你睇到係rubber動噴嘅，係所以係動用植物。哦，
係安樣型啦，吼，好，安尼講到了解上鏈法啦，吼，係當用全部入去當盤啦，吼，安尼聲音種嘅廣來講嘅說，安尼咪強用啦，吼，安尼入去係了解講尖嘅位數嘅重音啦，吼，了到好啲先講到安尼聲音種來講，不過聲音種佢上個容呢，可能大家是知道有從頭看到嘅幾種聽聽啦，吼，佢嘅形式有幾多種？上嘅形啊，聲音種嘅形道呢，其實佢做得分種3種。形道有3種，一種係第一種從愛 Q 強用染嘅 Q 型嘅，係 Q 型嘅染型嘅。第二種咧從愛田波頓強用記嘅柱狀嘅。係。那第3種咧，聲音種有冇按照聲音種咧？所以按你下看到嘅嗬，你一隻部分嗬，是係按你嘅了解算係 Q 型嘅嗬，你下看到係 Q 型嘅。好，接下來了解第3種係乜嘅？第3種咧，有冇按照聲音種咧？因為佢從係手把種強用，哦，是係樣手把種型嘅。所以就台體做得分種，你3種。係，好，所以。你講到有兩個3種嘅形式，嗬，兩種嘅兩個聲音種，影響聽朋友嗬。假使講我去買聲音種嘅時節，假使用幾個形道來分，唔啲，按用直接來看是算係買得到嘅即係聲音種嘅，按用錯冇？其實有啲時間我哋會看唔錯，係咪看唔錯？有啲東西其實我係麒麟法，佢會佢受傷嘅時候要拍攝呢，繼續有啲時間。看起來當從聲音種嘅東西，其實佢唔係聲音種類嘅。哦。有個係拍嘅嘅種嘅，其實全部唔係聲音種，佢係大幾顆嘅。所以有兩個拍嘅，有個講能流出來嘅，佢是唔係聲音種類嘅。麒麟化咧，都或者到了位來老嘅鄉親朋友來講嚇，所以講到兩個聲音種啊，上來誒你嘅形道嗬，用辦落去分，韓國頭先有講到一種就係有兩個。拍嘅，然後從啲能水一種嘅顯嘅，嗬，啲是唔美，嗬，佢其實有出水嘅時間，但係唔美，嗬，一般聲音種是唔穩。咁個講到呢個哦，啲聲音種係到呢個沙漠地區，嗬，上起來嘅植物，因為到啲台灣咪種得起來咯。其實台灣食材係一個一個寶島，係，用埋嗰啲呢，因為有高山嘅地方，又冷，又南部又熱，所以你台體嘅全部做得中。所以你台灣來講哦，是係你係講到啲下意思係冷帶嘅一個植物個資料都又係好熱帶嘅，啲台灣全部種得起來。聲音種咧，其實佢有下啲別係，佢到冷天嘅地方，有落雪嘅地方，嘛做得上。落雪嘅為啥？落雪佢唔係講，重新講唔係沙漠地區啊，佢水分應該唔係少啊。係，因為咧，本來聲音種佢生喺沙漠地區，佢早先嘅時節就得到40度左右，凍熱。個冷按不雪天嘅時節咧，佢溫度就得到全部冷土。係，呢個時節佢溫度其實唔係人上嘅地方。係，所以到日本，梗係會落雪嘅地方，馬上應種。到台灣。到南非呢個地方，東野地方，其實全世界全部用音種。哦，所以講到呢個聲音種，全世界全部種得起來啊！嗬，係講到呢個聲音種啊！嗬，還有你哋嘅項目啊，來大家來分享咧！嗬，講呢個聲音種，你識看過機會，講開發大化冇家下陣個技術來大家來分享，先到兩位來聊下嚟。